Hello Marvin啊，咁啊歡迎大家咧收睇Marvin 嘅大戶情報。咁上次嘅大戶情報啦，咁亦都同大家預告咗咧今次咧將會咧同大家收下咧大戶情報嗰邊對於今次香港打比大賽咧嘅睇法嘅。咁我老友啦亦都咧即係今次都真係幫到手啦，亦都咧預早啦咁同我講。佢哋嗰邊咧係睇好啲咩馬？另外啦，咁今次啦我都自己加插埋我自己嘅心水入去啦。希望啦幫到大家，當然係最好啦。或者就係咧，等大家咧度馬嘅時候可以咧多一個參考咁樣咧都好希望無論係邊匹馬贏都好啦，能夠咧係得到投注佢嘅朋友能夠得到勝利咧，當然咧係最好不過啦。所以咧大家咧跟住就留意呢條片啦。另外咧最緊要咧都係啦，想收睇到大戶情報啦，就要訂閱。同埋咧係撳埋個鐘仔，訂閱我呢個咧副頻道啦。仲有嘅記住啦，睇完片咧千祈唔好吝嗇你嘅讚留言，同埋咧分享埋俾你嘅朋友啦。對於我 Marvin 嚟講咧，亦都係最好嘅支持嚟嘅。好啦，今次啦嘅大戶情報啦，就係星期日嘅第7場香港打比大賽啦。途程係2000米，亦都係呢個咧4歲嘅3冠咧最後一關啦。我老友嗰邊咧就提供咗隻馬俾我嘅，另外啦我自己心水啦都有一隻。先講我老友嗰邊先啦。佢咧就咧提供咗咧5號嘅白鷺金剛。佢就話啦，以今場啦每匹馬嘅排檔同埋個跑法嚟計咧，白鷺金剛咧會似係咧比較着數嘅，因為好似打比呢啲賽事啦，佢認為啦，其實即係唔係話每匹馬咧都真係話可以咧跑到2000米嘅。最緊要咧，其實咧邊匹贏都係第一係講際遇啦。第二咧就係咧鬥個進度邊個好啲嘅啫。白鷺金剛啦，能夠喺上次嘅次關嗰陣啦，可以咧叫做重拾個正軌。加埋咧部分嘅主要對手啦，檔位咧亦都唔係話太過理想嘅情況下咧，佢認為白鷺金剛咧喺呢場馬咧有機會可以突圍而出嘅。另外啦，廖康明啦，近期個勢咧都幾旺或多或少啦都可以咧帶動到咧成個馬房嘅走勢嘅。佢都有講嘅，係驚呢匹馬咧夠唔夠個氣量掹上2000嘅啫。如果夠嘅話咧，真係有權啦可以掃晒。三甲嚟講咧，呢匹馬咧都應該咧好穩陣嘅。至於我 Marvin 咧，同我老友嘅睇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嘅。我咧就比較着重啦，係隻馬咧究竟咧係應唔應付到個路程。因為咧如果應付到個路程咧，咁佢個部署上咧會係更加咧係即係有選擇嘅餘地嘅。所以咧2號嘅數字天文啦，雖然今次咧要排喺個13檔嗰度，但係我覺得呢匹馬咧都唔敢咧可以咧劃死佢嘅，因為咧只要啦佢肯搶肯放嘅話咧，我會覺得咧會係呢場馬嘅一路奇兵嚟嘅。其實咧呢匹數字天文咧個質素咧就非常之高嘅，亦都係啦。喺未嚟香港嗰陣啦，已經咧係經常性咧跑啲超過2000米嘅途程，所以咧氣量嚟講咧就一定唔使擔心噶啦。同埋咧以呢匹馬嘅狀態咧近期咧亦都唔差嘅。問題咧都係嗰樣啦係抽咗個13檔。羅富全究竟會俾梁家俊乜嘢指示？落到場又會點跑咧？呢個咧就真係關鍵啦。撇除呢啲原因嘅話咧，如果呢場真係咁放膽啲、進取啲嘅話咧，數字天文喺呢場打比大賽咧，我覺得絕對都有機會嘅。今次嘅打比大賽啦因為個抽檔關係啦，馬與馬嘅實力咧就進一步拉近㗎啦，所以咧應該到時咧都會幾緊張嘅。星期日就睇下邊匹馬可以贏得今年嘅香港打比啦。究竟係我老友佢中意嘅後上嘅白鷺金剛啊，
定係我 Marvin 自己咧比較睇好嘅放頭馬數字天文啦。咁希望啦，咁無論係邊匹馬都好啦，都希望啦可以幫到大家啦亦都預祝大家咧咁星期日嘅賽事贏多啲。